予提摩太一批护书。提摩太后书第1章。我是保罗，奉上帝的旨意，做基督耶稣的使徒，来传上帝所应允，因为甲基督耶稣结连才有的话命。我写批予我所疼的囝提摩太，愿爸上帝甲咱的主基督耶稣赐你稳定、灵敏甲平安。我感谢我甲列祖同款用清气的良心敬拜的上帝。我每日祈祷的时，少念你无煞。我想到离别的时，你在流目屎，就真爱见你，通予我充满欢喜。我记得你有纯真的信心，这个信心，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尤尼基先有。我相信现在你嘛有，因为安尼，我提醒你。我甲你按手的时，上帝予你的恩赐，就予伊亲像火搁倒起来。因为上帝予咱的，毋是惊吓的心灵，是快乐、仁爱甲自制的心灵。所以，为着咱的主做见证，毋通感觉见笑，嘛毋通因为我为着主做受患来感觉见笑，就照上帝所赐的快乐，为着福音甲我做伙受苦。上帝救咱。警调咱做伊家己的子民，毋是根据咱的行为，是照伊家己的旨意甲恩典。这个恩典伫万世以前，通过基督耶稣赐予咱。这个恩典现在通过咱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已经实现。基督已经毁灭死亡，佮通过福音将未败坏的话命显明出来。为着这个福音，上帝任命我做传道者、使徒甲教师。所以，我才得受苦。总是我无感觉见笑，因为我捌我所信的上帝，嘛深信伊会保守伊所交托我的，直到迄个日，就用你对我听到遐健全的道理做模样，坚持咱甲基督结连来得到的信心甲仁爱，就固守通过点伫咱内面的圣神交托予你的好面。你知，伫亚细亚的人拢背叛我。其中有腓吉路甲黑摩基尼，愿主任命俄尼西弗一家的人，因为伊常常甲我鼓励，无因为我挂铁链感觉见笑。等到到罗马的时，就拍拼找我找到着。愿主予伊伫迄个日得到任命，伊伫以弗所遐尼熬服侍我，你真清楚。